古惑仔10大戰力高手排行，陳浩南只能夠排喺第4名。第1名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。第10名雷復轟，雷復轟絕對可以作為勝者為王嘅壓軸 boss。儘管佢嘅武力值係戰5渣，但係佢卻擁有住比天還高嘅野心，一心想做幫主之位。第9名丁瑤，佢係古惑仔系列電影裏面唯一俾山雞動咗真情嘅女人。丁瑤名義上係幫主夫人，實質係雷公籠絡山雞嘅工具。唔甘心嘅佢，最後將雷公殺死，嫁禍俾山雞。當佢死喺山雞槍下嘅時候，成咗無數人嘅意難平。第8名雷耀陽，雷耀陽係古惑仔中最中意喐腦子嘅人。佢買通洪興嘅生分，借此打壓山雞上位，最後更加係使用美人計挑撥陳浩南同埋山雞兄弟情。第7名司徒浩南作為東星街面最強戰力，最後佢仲係得通過單挑嘅方式決定邊個先至係銅鑼灣唯一嘅浩南哥，最後卻敗喺咗陳浩南嘅封神腿上。第6名烏鴉哥，烏鴉哥係古惑仔中最囂張嘅反派，唔單止殺死洪興嘅話事人蔣先生，更加係殺害咗陳浩南摯愛嘅小結巴，結局可想而知，引嚟眾人圍攻。第5名靚坤，靚坤係首部古惑仔中嘅最終 boss， 後續幾個系列嘅版本都冇人超越過佢。而佢嘅唔少名場面經典台詞至今記憶猶新，出嚟混有錯就要認，捱打要立正。第4名陳浩南，陳浩南作為銅鑼灣扛把子，除咗身邊有一幫有情有義嘅好兄弟，仲有黎姿同李嘉欣咁嘅家人相伴。無論單挑定係打群架，冇人能夠打敗浩南哥所在嘅一方。第3名大頭，大頭雖然同陳浩南一齊出道，但係喺整個系列中屬於嗰種好乾淨嘅絕色。出獄之後重回擂台，打贏嘅唔單止係東星拳王何勇，仲贏回咗男人嘅尊嚴，作為勝利者嘅帶頭。若果論單兵作戰能力，絕對係頂尖。第2名太子，太子絕對係戰力天花板嘅存在。當雷耀陽挑引洪興整個社團嘅時候，揾贏佢嘅第一人選始終係太子，因為喺古惑仔單挑中冇人能夠打贏佢。第1名牧師，佢係電梯傳教嘅戰鬥牧師，僅憑大喇叭發動號召街坊嘅技能，就輕鬆喝退不可一世嘅烏鴉哥。喺一次入獄後迷途知返，洗心革面嘅佢幫助唔少年輕人唔好誤入歧途。除咗以上10大戰力高手，你仲知道有邊啲呢？